老兩之前曾經做過幾集探討老三屆同知青話題嘅視頻，得到好多前輩看官嘅共鳴同關注。喺機緣巧合之下，我嚟到一處非常靠近廣州城區嘅知青分配點。喺上世紀60、70年代，一批又一批嚟自廣州嘅知青被分配嚟呢處從事生產勞動。呢度就係霧峰山。霧峰山位於廣州東北部，地處太和同中樂潭交界，距離廣州市中心大約25公里。2001年經廣東省林業局批准，成為省級森林公園。2023年被評為國家3A 級旅遊景區，係廣州市民休閒度假嘅熱門地點。咁你又知唔知道喺大半個世紀以嚟，霧峰山從荒山演變成為林場？喺廣大林場工人同廣州知青嘅艱苦建設之下，蛻變成為如今著名景區嘅歷史呢？霧峰山林場成立於1963年，原名紅楓林場，係上世紀60、70年代嘅廣州市知青分配點。當年先後有140多名10幾歲嚟自廣州城區嘅後生仔女，響應國家號召嚟到林場生活，參加生產勞動。呢批年青人從一開始就要同林場職工一齊面對艱苦嘅生活條件。據講喺1963年底，當時嘅職工同第一批知青所掌握嘅生產工具只有7把鋤頭。後人戲稱呢段歷史為7把鋤頭鬧革命。為咗解決住宿問題，廣大知青從霧峰山腳嘅華坑村擔磚瓦、石灰、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上山，新建咗100多平方米，主要用磚頭砌築嘅宿舍。起屋用嘅磚頭每塊重6斤，知青每來回行一趟都要擔22塊磚頭，所以當年嘅林場知青都好自豪，話成座宿舍都係佢哋擔上嚟嘅。喺1975年，為咗進一步解決住宿問題，林場知青自力更生，就地取材，開採霧峰山附近嘅山石，用手推車搬運沙石，喺霧峰古廟旁邊建成咗呢座總面積367平方米嘅全石結構知青樓。樓房分上下2層，共有12間房。樓房後面仲有知青開鑿嘅水井。知青樓同霧峰古廟就係當年林場知青工作同生活嘅主要場所，而霧峰山著名嘅千年古道則係佢哋生產勞動嘅重要區域。喺嗰段艱苦嘅歲月裏頭，一批又一批廣州知青春種樹苗，夏抽玉林，冬天鏟防火線。佢哋仲參與修建咗2公里長嘅山區公路，極大改善咗林場交通。經過多年嘅努力，廣大知青同林場職工將荒山變成福地，為後嚟霧峰山開發、升級改造成為如今嘅森林公園同旅遊景區奠定咗堅實嘅基礎。廣大嚟自廣州嘅知青將最寶貴嘅青春奉獻俾霧峰山，後嚟佢哋各自回城，行上唔同嘅人生道路，成為各行各業嘅骨幹力量。2024年，霧峰山景區管理中心喺知青樓創辦知青文化展廳，連同知青樓一齊面向公眾開放。展覽嘅物品主要由當年嘅老知青提供，佢哋將自己珍藏多年嘅農具、生活物品以及珍貴嘅文字、影像資料全部捐贈出嚟，俾後世了解同緬懷嗰段特殊嘅歷史歲月。